飞机原定在6点30分抵达上海。30多位粤剧陆派艺术的戏迷5点多就已经来到了离市区颇有些距离的浦东国际机场。他们中有好几位是从新庄、宝山等地专程赶来的，那股热火劲儿一点也不亚于流行歌手的追星族。陆锦花老师也是深受感动。是看到个那个场面哦，年年以来，我还没忘记他我。哪能讲法呢？因为介许多人没忘记脱我，那么我也没忘记脱祖国。日日想回来，是到天上落叶归根。经典回眸，回眸经典。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洛杉矶是太平洋东岸一座美丽的花园城市，在这里呢有一个幽静的蒙特尔公园，周围散落一座座美式木结构的小楼房，在其中一座小楼里居住着从大陆移居而去的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姓杨，大家称家中的主妇为杨太。这位平平淡淡过日子的杨太啊，就是曾经在上海红极一时、自成一派，至今仍受众多戏迷喜爱的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陆锦花。我知道今生只剩几生女，谁知他父女两条心，我到黄田吃拔草，谁知沙土白黄金，兰真对我是真心意，我岂能为他一片心？观众朋友，陆锦花老师虽然年事已高啊，但是看上去仍然十分精神，正是风采依旧，不减当年。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把陆锦花老师请到了演播厅，和观众朋友们见见面，聊聊天。陆老师，你好。你好。那么离开上海已经20多年了啊，那么这次回到上海，你有没有感觉到咱们上海的变化是非常的大呀？每次回来，每次感受不同，尤其是这个第6次回来，感受特别感动。哦，这是第6次了。那么这个一次回来特别感动呢，感动了啥地方呢？好像领导对我蛮关心，也没忘记脱我，对吧？蛮奇怪的，俺们粤剧的观众，特别是老派哦，越来越多了。陆派的戏迷，而且是这一次又到机场来接我。唯一特别感动的，电视台来了，哦哟，我是真的，因为我思想没准备，我感觉到祖国是真的不错，发展的不错。就像您说的日新月异啊，日新。逢人只是3分话，离苦前跑一片心，挖龙挖虎乃挖魂，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早与他真心讲，一别他心是我心啊，不必乱争下流去。那么离开上海，刚才你说的已经21年了。
21年不到。21年快了啊！那么离开那么多时间，那么咱们上海的戏迷啊，仍然十分想念你啊，就是感动了。就是他们有的呢珍藏着你的录音啊，是反复的欣赏；有的呢到处寻觅你过去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电视录像。那么还有不少的戏迷啊，而且成立了这个粤剧陆派艺术沙龙，也表达了咱们上海的观众、戏迷观众啊对你的思念和关心。哎，陆老师，你想不想听听？想不想看看？哎，分享看，你听听看。他那个一个出场啊，如果是刘延昌一个出场，他那个一个亮相，他那个眼睛就把我们所有的观众给勾走了。市面上这种特别是陆派的那个磁带呢，它发行不多，所以呢，我凡是一旦就是广播电台它播放有关的那个陆老师的戏曲的时候呢，我就赶紧把它录下来。陆老师到美国前还经过一个，经过到美国去了，我啥辰光去啊？一个去了没多少年纪，哎呦，我心里想，两只结果一女了，这女他了，哎呦，我这个人心里好像不晓得哪里，把我擦中味道。2年前呢，我有幸见到了陆老师，感觉他生活中呢是十分和蔼可亲的，眼光中呢充满着那种慈祥的目光，就像我的祖辈那样的亲切。有时的镜头搿边是的，我第一次买转来。一口气就看了4趟，前后看了4次，大概看到天亮左右。大概整个搿盘时段，我前后看了将近有100次之多。看到了老师哦，我眼泪水激动了，眼泪水就下来了。我今朝再讲不下去，我老激动。内心辣想，我想陆老师，侬辣美国是不是晓得世界浪向有一个人搿能介牵挂侬？为了侬搿本书，好像是跑了搿能介1日天，我第2天就要出差了，要上飞机了。我想侬不晓得晓得伐？当然，有一个哲学家讲过啊，阿拉生活辣搿地球浪向，只要有一个人牵挂我就觉着老幸福的。但是呢，陆老师，侬有介许多人来牵挂侬，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就想，那个为啥道理呢？因为陆老师伊自家拿自家的艺术奉献拨阿拉。看了以后呢，确实是非常非常激动，伊拉激动，我也激动。但是也看了蛮感动的，不容易的。伊拉年龄因为也不小了，为了爱好越剧，对吧？爱好陆派，所以呢，一方面我是非常非常感激伊拉。因为为啥呢？我辣海外20年多了，伊拉还不能够不忘记我。反过来呢，搿个一次呢，拨我一个感觉是啥物事？有介许多人还辣想我，祖国也没忘记我，群众也没忘记我，领导也没忘记我。那么我有啥个理由不回报呢？对吧？所以呢，是感觉到呢，既然做个介温暖，一个经常来跑得动我说法啊，一个呢，自告天上一路归根。娘子。愿这愿早日在外头，失去啥的功名寿，定居一切共度尘外去。唐诗文章不生死，早晨回家切莫待遇。郎君今年25，回应今年23岁，青春既半烟波。
是孤苦伶仃一个人，你此去撒把还愿尽，王郎啊，京都万万你莫与邪尽。娘子此去啥能有曾经，应当接你去边境。娘子待放宽心等去，龙归自保家营。请大家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那能不能趁今天这个时间跟咱们的观众也聊聊，就是您呢当初是怎么走上艺术道路的呢？我这个学习的经历呢，跟人家有点不同。哦，哪能不同呢？我搿8个师傅是个大花脸，而且是男的。哦，因为搿个辰光侪男班蛮多的，小生也是男的，花旦也是男的，大花脸了啥有一套班子，整个侪男人演出，就是大世界啊、大兴公司啊、新兴公司搿个辰光伊拉侪是演出的，但是演出的辰光侪是蛮火。因为我妈呢欢喜看戏，葛么我幼小呢就跟了妈后头呢，不要买票个嘛，小辰跟进去嘛就看了，看到后来呢，后头的因为我父亲的职业关系，葛么我就去学戏。既然我妈同意，所以我本人呢不姓陆，我妈个姓陆。哦，我也是姓柯，那个叫木字旁边个柯。葛么我也不允许。瞒了我个爷，因为侬去学戏，伊总觉着从艺就茶为嘛，侬要做一个演员了啥不是介容易，所以伊拉称我上海小姐。哦，人家侪是城县出来的，乡下农村啊，我上海的。家庭条件比较好。这后头是因为是家庭的变故，也失业了。哦，我娘么欢喜看戏，根本我讲，根本哪能办法呢？瞒了我个爷。就改姓我妈的姓陆，就是个那样子开始的。那么我8个师傅呢，本身呢不会得教我啥，所以我总归有一句闲话：要与不要，师傅领进门，修养那要是分。说王上空只修能修，人3年总之真邪。弟弟。这个是飞机上是比较辛苦的，对吧？10几个小时啊，毕竟有点年龄了。那么尤其是我腰不好，腰因为到普渡去烧香回来是几年，我也忘记了。20，好像是2000年哦。搿个辰光呢，就是夜里向不小心了跪滑。摔了一下。等于是老伤加新伤。我原来的腰呢，舞台上向受伤。因为枪毙啊，或者是啥个掼伤过。那么搿个一次再了2000年掼下去呢，
就是讲再加上年纪大了，有点骨质疏松。所以呢，总归好像没像从前。搿让我讲，哎呀，没办法，形态是老了，但是我心态还不老。不老，咱们陆老师说话来就精神气十足啊。那日丢情城门里，家中是只有一对儿孙，王若迷三困关上比娘亲，我母亲一天只娶二家本，4天之内娶一生，方请却只算一算，我母亲48天苦为民，倘让我舒舒空空回家去，岂不要问问我是老娘亲？有的为生男生，更何况老母领的瓜丁儿女，出门不必在家里，夜饮曲目太神心，姑娘啥有不到此，离别准备要娘结婚。问柔情，姑娘啊，今日头亲皆靠本，明年大比要龙衙门，杀在平生临用之，不忘姑娘再备恩。
哎，陆老师啊，哎那么虽然你身居海外，离开了舞台啊，那么但是你的这个陆派艺术啊，通过你的学生呢得到了传承，而且是发扬光大。那么我们知道啊，你早年的学生曹云地啊，也早已成名了。还有徐杰。哦。伊拉两个呢，基本上一个是比较是早一业级出道，曹云地是上一级，亚冠里呢。对，曹云地好像更早一些啊。更早一些。徐杰呢是后头一级，但是呢，就是伊是男小生。那么我现在发现呢，一个是两人侪是一级演员了啊，那么也蛮安慰。烟扫头顶香盆跪在十里亭啊，我也微笑接受情啊，不太世间万有数今少，只剩一生不成情。老师啊，那么咱们众多的戏迷当听说今天呢在演播厅和咱们的观众朋友见面聊聊天啊，他们真是非常高兴，非常兴奋。瞧，他们特地赶来啊，将用手中的鲜花表达对你的思念之情啊。来吧。
想念你，非常想念。哎呀，观众朋友，陆锦花老师虽然离开舞台已经几十年了，但今天看来仍然是那么令人难忘。经典回眸，回眸经典。观众朋友，大家好。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陆锦花从海外归来，引起了上海越剧观众的极大关注和欢迎。好，下面呢，请大家继续收看《海外游子陆锦花》下集。那我有生之年呢，是不是为下一代啊，为越剧啊，再出一点余力？我不是跌倒是乱啊去，我本身你是乱情真子，我心上来本是我讲啊，本是我呀，越讲真情说吹听，真乃是有时吹子有就人，常言道文人只是三分话，离不前跑一片树，挖龙挖虎难挖棍，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才与他真情讲完整，一笔他心是我心来吧，我的满身下流去。陆老师啊，那么虽然你身居海外，离开了舞台啊，那么但是你的这个陆派艺术啊，通过你的学生呢得到了传承，而且是发扬光大。早年间呢，为陆派传承了，出了一点力，这个功不可没，因为我本人没办法教嘛啊，那么从早年的水不上逆风，那么我觉得蛮好。那么续集呢，现在拉经常做出个现代剧。但是现代剧呢，从前少壮剧的是我一大变化啊。那么叫当时辰光呢，不叫现代剧，叫时装戏。时装戏，对，穿西装嘛。那么时装旗袍。我觉得续集现在经常演出现代剧，那么我感觉到倒蛮好。那我从前少壮演个这个叫时装戏传下去。心匆匆梦里大花丛，哪个的可是你是当中，离过了门廊看新人，进得后来落无穷啊。陆老师，好像那个浙江的夏赛丽吧，对，也是唱陆派的。对，夏赛丽呢，我觉着是真的蛮刻苦的。为啥我要搿能讲呢？伊蛮肯用功。那伊总归通过各个认得我的人啊、写信啊啥个，总归因为搿个辰光电话没现在搿能方便，等于是疗愈年来个心愿。情一流张之凤，从此是
前世外流江山际，航海梦四海难相逢。此情一片难日子，马身投靠金府中。岁月光阴非容易，才想到汉朝夫人一往天花。情书中上表心意，愿小姐连着写一家母哦呀，曲子，我才上得楼去，旁边曲娃子个丫头甚是厉害。她说不让我进去讲话，这便是无是好啊。有了，又把刚才写好的死后之风，不免藏于莲花底下。对，啊，子凤凤啊，在我身边已疏用，早已经。的确啊，从这些学生身上呢，我们可以感受到陆派艺术的精湛之处。难怪有那么多的戏迷观众朋友们喜欢听陆派的戏，看陆派的戏。这不，咱们上海阅卷更年轻一代的演员黄慧啊、张于峰啊，也是唱陆派的。两位啊，你们好！今天呢，你们也来到了咱们演播现场，陆老师也在。是我请陆老师给你们提些希望、提些要求啊？是啊，老师，我应该说，我学陆派应该学了也很长时间了吧。进戏校以来一直学陆派。我学唱的第一段陆派呢是《素庙题诗》，我那个时候听的简直是入迷了，我所以从一开始就迷上了陆派啊。我听他几种字语不明啊妹，定要让我上楼来，今日他为过娘家去，他二人是又要担心自己为，我以为他定在娘家事业中，也可以一封情书将他带，谁知他冤家去冤家回，当时我流难流泪太难太，前生啊前生，像你这种水性杨花女，与我面目到王家来，今夜在人来定我，坐等天明下楼。
对呀，还可以。应该说泰老师离开舞台的年数啊，要比我实际年龄都要大。是吗？对，所以说这次老师回来也是很难得的机会，这是我们一次非常那个应该说是学习的机会。你哪里会知道？我可是天堂是暖情，多心肠来很心疼。天地正邪为宗旨，真用书真运行。一家人本想天冷落，恨正朝中出奸臣，奸臣上天荒九本，宰了我仙家一门衙门。到如今我天涯茫茫四次奔，举目不见一亲人，可怜我神仙不怪长生叹，被人安起来再见，蛟龙惊被千岁困，每分怨我三生。今朝呢，我的确是蛮高兴。为啥呢？一方面看到了自家的年轻一代拿落派的艺术呢传下去，发扬光大。而且呢，这个一次来呢也蛮巧，正好落派演唱会呢，伊拉录了一个片段给我看。张艺峰呢，我看个有这个叫私房一段豆腐，这个张艺峰呢是标本楼一段。那么我觉着看了还哎哟，豆腐师傅后继有人，小张对吧？有后继有人，花旦也不错。我对伊拉讲，花旦好像金彩虹亲自花了交关功夫，但是我对伊拉抱歉，我没花功夫，因为我人不能，不能怪我来的。做一个演员呢，不是介容易，对吧？所以讲，做老师教人教戏。当初辰光学戏真的没人教，真的就看阿拉讲是，舞台角落头偷戏啊，看老师辣上头演，我辣旁边偷。那么我已经讲过了，我所偷的，我人长得介矮小，哪能我会得台浪向自家辛苦点要放得开？因为我偷看的小生侪是男小生。作为一个演员，要敬业。爱你，名利摆在后头一点。就是为了侬名利太向前，侬个艺术道路就会打折头。比方我个辰光成立少庄，就是辣搿个地方一个黄安剧场，上头是黄安饭店，是个酒店，下头是个剧场。少庄集团呢演出哪吒，因为搿个我人长得矮小，搿个动作有利于我，而且呢搿只哪吒呢。确实是观众交关欢迎，不但演一次、两次、三次，但是搿其中呢有一次我记不得哪里一次，我马上发作，就来วี差一点要穿裤了，但是呢戏还没完，还有两场，最后一场是胡子交兵，哪吒这个托塔天王已经要打啊，那么我一发现这个问题呢，痛得来简直没办法。那么豪少马上搿个辰光有世界医生门诊的嘛，也蛮有名，也是新娘。结果呢，伊马上就来，
等我一看一听一听，不来三马上停营。结果又讲侬不来三了，又讲侬搿来回要穿啊！哎呀，我当时辰光，还是我自家性命要紧呢，还是观众要紧呢，还是介许多个一个班子的人要紧，为现在老板。那么我当时呢年纪也比较轻嘛，刚刚成立少庄，就像张艺峰搿能年，对吧？跟我讲哎不来事，侬这些一停现了，下头马上退票。从前辰光呀，没解放嘛，啥人来管侬了？一退票，一个介许多是损失了。搿侬先考虑自家，还是去考虑人家？搿个是经验，经验。跟我就坚持，我就对搿个医生讲，不来事个，不能停。搿么打了一针止痛针，又讲侬拼命，跟我讲到拼了以后再讲，结果2场戏。那里是喝醉哟，今日里年富寿三季，我真能我来无事到进门，他的是酒落酒上将士无，水路迎上无铃声，因此我谢谢家族熊熊在，抢一次满腔愤怒从中恨，忙想起娘子临悄悄回家门，原来一片好风景，留在层次挂我身，怎奈我无心去观赏，一路迎来把儿门进。叫王心啊走，我接一首感动门啊，这地方倒是另有一番景象。唱诵才把笔声声，曲光显得冷清清，留待白云画墙来，静悄悄不闻神女声，一如高柳年年去，曾相共，不与我怎用安生你。我3岁离开上海已经是年01个月16天，所以那讲侬哪记得个？我讲我每年辣想子宫关呀。哎，陆老师啊，的确啊，今天我们谈的真是非常高兴，相信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是非常高兴啊。那么，老师最近呢，你是在海外生活的那个情况，一些情况怎么样？那今后又有一些什么打算呢？我呢，
初步打算呢，当然想是一路归根，但是呢，可能这个当中会有一个时机，那么辣海外的生活，觉着是好像4个字可以包括的哦，哪4个？一个就是讲平静，休闲，好像辣美国呢，就是应该老朋友。经常碰碰头啊，通通电话啊，出来饮茶啊，吃饭，打打小麻将，对吧？生活当中呢，就谈谈侬个子女哪能啊，我个子女哪能啊，好像蛮有爱，对，很休闲，是非常令人难忘的那些时刻，留恋嘛。当然了，侬讲从14岁或许到现在啊，虽然海外已经是年了，毕竟算起来舞台生涯不短对，蛮长的。当然有眼流离，但是流离呢有种种的原因，使得侬也有点打退堂鼓，是吧？也说不得的，对吧？要不是介许多人的那样子，我哪能会得介感动、介激动呢？对吧？侬讲我了，不会。想嘎个，自贡南呀，哎呀，算了，哎呀，实质上心里是2桩事体。毕竟就是侬讲，现在我顶高兴的是啥么子？不但是老一辈介欢喜了，还有下一辈也大学生啊。对，我跟你来接飞机，还有大学生，伊拉跟我一介绍，我蛮感动。忙想起那日旧情城门里，家中是只有一对儿孙望着你。三困关上的娘亲，我母亲一天之气儿嘎分，4天之内欠一生，放情却是算一算，我母亲48天苦为民，倘让我苏州空空回家去，岂不要问问我是老娘亲？真无光，老母临的花听儿出门左边在
在家里年营起母太诚心，姑娘啥有不到此，离别真会要娘几分。这旧情皆靠本，明年大比要龙啊门，他在平生临永死，不忘姑娘再来。观众朋友，有人说啊，人生呢是不平凡的。是啊，咱们的陆老师在平凡的人生旅途中啊，过着不平凡的生活。他那简洁精致、意味深长的演唱风格，沉稳大方、清丽淡雅的艺术美感，成为粤剧的珍贵财富。在这呢，我们衷心的祝愿陆锦华老师健康长寿、幸福安康。谢谢谢谢。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放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经典回眸，回眸经典，我们下周这个时间再见。相传经典回眸，回眸经典。